来看台中消息，逢甲大学统计行销研究小组连续11档针对逢甲相关发展进行调查。2018年最新的分析结果公布啊，2018年人潮创下11档来上少的，敢若1091万人次，比2017年差不多69万人次。就连规年这个营业额嘛只剩85亿，不过边仔相款的大房成长有20亿的上基。逢甲夜市是台中数一数二的大型商圈，最近除了有肯定化、空厝真济以外，人嘛无像较早遐济。逢甲大学统计行销研究小组连续11档对逢甲商圈进行发展调查，发现2018年人潮敢若1091万人，是11年来上少的。甲2017年1160万人比较起来，差69万人次。规年的营业额嘛只剩85亿块，甲9年前比较起来有差2亿。台北、台南、桃园、高雄的这些旅客能够多来，那其实他们的消费力也是很惊人的，大概平均的消费金额大概是1500元以上。人潮少，营业额降低，逢甲商圈敢退烧啊？逢甲大学分析发现讲，大房方面发展等比进前一年成长差不多20亿的上基。尤其是西安街以北的这个地方，大概在这6、7年来，那其实是增加了很多的商旅。研究嘛针对伫逢甲商圈观光客使用智慧型手机的比例做调查，发现有98.2%。因此，逢甲大学研究小组认为讲，将消费行为结合智慧型的手机是促进逢甲商圈繁荣的重要关键。